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9，旧历的6月初9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苗栗的通宵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一个79岁阿祖刹着囡仔车，刹伊一回干仔孙过大路，准备要转去，煞伫这个厝门前30米的所在，互轿车弄着。这阿祖当场带出去。 抢救3点钟也是救无倒来，若一回干仔孙小可去切着伤。家属讲，现场拢无大档的混热，可见这个驾驶车是驶夭寿啊紧。驾驶并无啉酒，也毋过当时当咧落雨，可能是视线无好，才无看到有人要来过大路。一个阿祖刹囡仔车要过车路，一台白色轿车甲弄落囡仔车，倒伫涂骹，车顶一回囡仔嘛摔出来。 哦，听到 “biang” 一声出去啊，就看到小孩子在路中间先把他抱起来啊。这查某囡仔真好运，敢若手巧溜皮尔，还无被弄到这个阿祖倒伫涂骹拢袂叮当，救护车该送到病院去急救，差不多经过3点钟，人嘛救无活，家属真艰苦。 让我们很不舍，让我们当家里的人都措手不及。开车的人实在太快了，一点刹车的痕迹都没有。警察调查，车祸发生伫下晡的5点，当时这阿祖刹干仔孙准备要转去，过车路的时，离因兜门口较无30公尺被弄到。轿车驾驶无啉酒，也过当时落雨，视线无好。驾驶疑似 视线不清，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。警方提醒讲，若对着落雨天驶车时，一定要驶较慢咧，随时要注意车头前的状况。若行人过车路时，一定要行斑马线，因为涂骹白线，会好驾驶人特别注意，安尼较安全。